我迄边人，大家都很爱种干丝。平常我就伫咩方做事，下个时节手老师太人大最久。不过你下我们小鸡强喵，我会变做你下时行嘅网红，去呢奥多拜去公路旅行，大家挺爱抢下落去了哦。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，客家开课。各位，我哋嚟到花蓮咧，今日我嘅目的，我要請客家人，因為我知哦，呢一片花蓮喺日本時代，當到2次移民，就是西部的人搬到東部來吼。啊，故說我先去看看，行行了了，有乜個好搞嘅好食咧，我等我睇下報告。等我一下。老板，一个饭团。好，你要什么口味的？传统就好了。传统就好吗？好。你的米很酷呢。对，我是使用3种米去调制的，用长糯米、香米还有红藜麦去调配，它吃起来不会像传统全糯米那么胀气，就比较中性一点。老板，其实我来这边有一个目的，就就是我其实是来找客家人。你本身是客家人？我本身不是客家人。那你知道花莲附近哪里有客家的朋友吗？对面巷子那边有一间那个快闪咖啡，他们是夫妻，人家听说夫妻都是客家人。OK， 对对对，可以去问看看。好酷哦！他们的那个包装超特别的。对，当初没有选择使用塑胶袋包装，就是希望可以减少一次性塑胶袋这样子。就是选择用这个材质，它里面是有临摹，它比较不会那么黏。可是你下懂得休赏眼哈，就会用那种包装的方式啦。熊臂这个塑胶推，可是没看你有没有它有质感，大家就变成一个文化经济。好，那多少钱？这样一共35元。好，老板那里有写到，这个带毕业啊，有它便宜，它便宜10块。希望在就是外食剩食的年代的时候，就是也是可以就是帮忙兼顾一下传统饭团。找你钱哦。好，谢谢。不会，拜拜，有机会再来。拜拜。早安。刚刚我去买饭团，他推荐我过来的。你们是客家人吗？安走。好了，我要先点一杯咖啡。好，你要喝什么？我不要奶的。不要奶的，那我冲一个黑咖啡给你。好。冻糖。破功，直接破功。真给弄掉，真给弄。那我里面做吗？我们就外带。哎，是哦。那你可以做一下，然后就要带走。为什么没有内用？因为我们就是用比较好的豆子，然后用外带，里面就可以看咖啡豆。所以我一样可以进去里面参观。我自己有带环保杯，那有折扣吗？可以。推荐大家自己带自己的杯子。爱地球。我刚刚忘记问你要冰的热的。没关系。这一只是瓜地马拉。这个。它上面有写了红茶、柳橙汁、焦糖榛果，比较干净圆润。那我可以坐在那里吗？谢谢。
还记得福山时节啦，驾驶九线头是翻团的吧？今年就要动用精神，对面有今年就会认真上课嘞。故说我从头都冇是翻团，我唔会先翻团来做，我上课的时间会学个东西。你要选迄个体摆式饭团崩咖啡啦，一般做船店买就会挑奶无就奶茶，汉摆太家做的实款啊，其实同特别感觉啦。看到根本九成条的很多小商业哈，做创业啦，其实个动辛苦，老外差不多平台小商业。说的勇敢的啦，很勇敢的去做起该想要做的事情。不管你去家路边做饭团呢，还是讲用公婆开一个快闪咖啡，懂热心想的老俩事情做好，这个懂很天真很美，那就是我们年轻人，应该这样讲嘛，就是你好商业虽然可能还冇入世那么深，但是有一个。共同的特质。甲大部分起司比起新商的时节啦，其他人讲一天来法莲会来千片，啊，行喺高速铁咧，客家文化馆那片，来一千几块。新商，你好你 ，Hello， Hello， 是梦你，是梦你。講係啦，係啊，嗰人嚟啊。來咧一天會起新商，因為我同學音樂，故說我甲大部分起新商嘅時節，其實係我一天會來咧。係啊，我希望起新商做嚟搞我創業嘅個。哦，真嘅？係，我是去cái廣播電台當部彈歌，彈歌起新商嘅歌，個吃爆鴨，對，該跳出有名嘛。哎呀，對啊，什麼？大家想象，做嚟搞我。好啊，來。我第一擺去廣播電台彈到嘅一個，當時之我嗰陣時唔知起新商喺乜嘢，但係我有畫面，我頭腦底部有畫面嘛，很不太有。就很懶散的晚上啊，很美啦。我覺得這個就是音樂做一個媒介，濃厚的一個材質來做情感上的抒發。所以你彈琴嗎？我曉一啲。你曉啊？係曉一啲。啊，你彈嗎？你彈啊？我彈。唔敢啊，班門弄斧啊！我這個大鼓。對。哎。吃夾蔥嗎？豆走。日頭曬了一下子，大地就像個火把的頭那麼濕答答。用蔬菜的拍散的食材麻木搭對，小朋友強下來以後把膠水，愛下個馬來強下掉鬧嘅，樹紅那啲毛就跳心涼黏落肚，耳頭樣白啦，對我強樣無法度。天公觀眾我，我老爺講大嘴鼓。唱歌誰來的跳舞，風煙衝浪外照亮全部卡給路，再看下工作的破燈泡茶，是包呀你喊你做下，無限自責，也剛剛是你呀，不都快樂聽，笑哈哈。有及格吧？有及格吧？音是準的吧？有啊，我唱。哇，第一擺彈到現場，
哎呦，你就某啲桃园那边表演，你冇谈过，系啊，唔怕。其实要出国当叫魔冲诶，系啊，也比本幻想一下记忆也不错。还有嘛该新歌嘛，新歌啊，也哈其实最近较无限啲就系做一些发通的东西啦。其实下个也有啦，不过可能会忙年，就跟大家先卖个小关子。哦，因为新歌呢，现在呢目前还是处在酝酿当中。难产。没有难产呐，其实国外全部有出来，不过就会讲，因为要先了一步一步来。做饮料那种东西就看缘分了啦，强急不得的。真嘅。平常来看饮料高色啦、懂饭，有去搞饮，OK 嘛？因为我哋就咩共享有经营种有经营种协会啦，我协会嘅部分咧喺整体营养嘅关系，所以我咪讲希望讲做用服务大家、服务乡亲的精神。针对我哋嘅协会嘅委员来做人嘅高创嘅教学，因为也就太高太子啊，其实平常时退休以後啊，好多事情可能要安排想要做乜嘅事情，如果想到去創國一件事情，所以我咪提講我講用創國嘅部分本大家來帶來健康，創國會算一種療法啦，哈。長照也算一種療法。因為要創國在健康排名永遠是第一名嘛。哦。用健康的評比來講，它永遠是第一名的休閒活動。所以想講大家咪當希望創國我出家就想講留親好做嘅事情，留大家分享。該限拜線上價是較有限嘅吧？捱夠了錢。好啊，捱夠去了。基本還有事情會選擇。好啊。係啊，該還有行程，我拜訪其他人。好，有行就過來哦。真夢嘅。有行就過來哈。安子謝。我小見我好朋友，在，相信大家都有看到吼，我去到那就落水，那要有欠水的跳下去撩一下，隔壁就要落水了。我今年消防行退休线到花蓮，我同好奇，除開始的時候，我同好奇講，呢片行人要倒嘛，其實倒唔會少，但係太體唔曉講下，故說我呢片。趁呢個機會，老大家呼籲一下，啲後生人，老外共用嘅後生人做得學下客家，然後啲客家最基本嘅咩最明顯嘅客家文化傳承下來。所以去到花蓮，我就順勢去拜訪一下啟智飛行山。佢剛才衝一條歌誒，看到偶像就衝到歌誒，算是很享受了啦。冇事情，我就繼續去衝歌誒，拜拜。天公觀眾們。